安不想讲，难得有闲，想要请我几个朋友出去吃饭一下，结果惊到个答案，大三人都穷样，全部就嘿，喂，哈，马哥，今晚安不会吃饭呢？哦，不过我同我男朋友穷下身呢，也一个人穷下来。拜托，我又没天赋，按讲我都冇去穷家就穷下吃饭诶。我同我就懂天呐，我就想讲要出去买东西，赚都不卡，你也清闲嘅安葡萄牙，天天咧享受呀13年嘅时光。讲到呀清闲嘅安葡萄牙，我就会想到嘅西班牙嘅西酒馆啊，故说根本安葡听说我来适量比，本期有一些咧醉嘅感觉。唔过好，我唔是两比啦，我两后就有大醉嘅，根本日啦就爱来做呀棒酒嘅料理哦。下来看到二准备按多买个材料哦。讲到呀西班牙一顿出名嘅料理嘅其中一项，像阿 Q 我印象当中，我一开始想到嘅就是酒馆地度嘅 tapas。tapas 係乜嘅意思呢？其實啊，也係一個幫酒嘅點心。韓國 tapas 到西班牙文嘅意思就係講呀改嘢嘅意思。故說頭擺啊有一種講法，就係呀改嘢係改到呀酒蛋糕，因為愛放啊蔥嘅酒到呀酒地度。韓國呀麵包呀 tapas 咩做得來溫酒色。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學做呀這個 tapas， 呀 tapas 係用三文魚嘅沙拉來做嘅哦。韓國因為愛減少人嘅熱量，用 tapas 嘅醬料啊，就用呀希臘 yogurt。當然想講，希臘 yogurt 同一般食到嘅 yogurt 有乜嘅冇共用呢？其實啦，查做檢查嘅素材就係查到呀水分嘅多少少。希臘 yogurt 有一些咧像係濃縮版本，水分較少嘅 yogurt。故說啊，係講你電腦杯買唔到希臘 yogurt，也係講知道希臘 yogurt 有一些咧太貴嘅，就做得好阿 Q 妹嗌，自家來做希臘 yogurt。是愛買到一般嘅 yogurt，然後佢倒到呀咖啡嘅濾紙，含個濾杯，本期按用比差唔多2到3點鐘。韓國愛記得哦，愛用冰箱地度，然後水分逼出來哦。因為吼，係講冰到那邊可能溫度會太高呀，yogurt啊就會產生一條變化。故所聽說愛冰到冰箱地度哦。好，也先冰順烘，接下來我來做沙拉，超簡單嘅三文魚嘅乾頭，啲那邊就買嘢到三文魚倒落去，倒落去以後小口嘅撈記，輕脆脆，輕扁扁。好。煎好嘅以後，就會加啲嘅青菜，本期看起來當食物當正，韓國有營養又好食咯。除了呢鳳凰椒，然後佢切幼幼嘅，而且幼幼啊，要先切細，先切一條一條幼幼嘅，一條一條。好，一條一條切好嘅以後，再個撈佢大黃，就做得切幼幼。好。來切，好，切好以後就做得撈佢倒到呢碗底度。好，鳳凰椒切好以後，撒下來啊，因為我有一些些嚟較重嘅味道，會加啲太葱頭。太葱頭咪叫用撈佢切到幼幼，係講你會講呀太葱頭辣辣嘅感覺，你做得撈太葱頭切好以後拿去浸冰水，佢就唔會按辣。好，用先大黃切好再個打，然後伊來放香，切好幼幼以後，用然後佢放到呢碗底度。好，按樣啊，基本嘅材料全部就做好誒，所以再個然後佢調味一下就做得咧，先然後佢攪攪啊。哦，有看到冇？按樣嘅食物其實當醬哦。好，然後就撈呢檸檬水，然後佢捏落去，
柠檬水碾落去，还个放一啲咧凤爪粉，好倒落去，剩下落去安尼胡椒味落去腌落去。好，因为啊，希腊优格係冇米絲嘅，故所以我放啲位鹽落去。好，好啊，以後就係安尼優格了。希臘優格啊，就攞嚟做醬，然後佢倒落去就錯嘅。有看到冇？其實佢嘅濃稠程度，佢係比一般嘅優格還較高濃多哦。嗱，佢攪攪啊。係講你吃到後含無辣水，含做得加啲嘅檸檬水，也係講5/3嘅水就做得。攪攪啊，以後啊，你就做啲攞佢放到呀麵包蛋糕，放到麵包蛋糕。好，還記得 tapas 到西班牙文係乜嘅意思冇？就係嗰一個意思。故所按用啊，安尼第一品嘅西班牙嘅飯就4點前就做好了。剩下來啊，還會教大家做第二品嘅料理。第二品嘅料理啊，係酸內炒西班牙嘅海產。哦，其實啦，我未仲好，也平常因為當簡單又當好食，一下就叫下來看下我用嘅來做哦。清鮮，我用較多嘅酸呢，係講好，你冇想愛切個薄酸呢，薄按叫阿佢冇有一個方法愛教大家。其實你所以留酸呢，浸到水度度，然後佢浸一下，呀酸呢皮就當好，然後佢剝下來哦，一下就留酸呢皮，然後佢剝脫，先留啲頭切一下，有冇？浸水過後，其實呀酸呢個皮就還好，然後佢剝脫咧。好，按用老皮脱脫以後啊，就做得老芽酸呢切一片呢，因為鴉片料理芽酸呢愛較多的話，加個米絲當為香。好，曬好了切酸呢片。好，切好以後，就攞佢先放到順風。接下來係佢用係調味嘅部分，也辣這位哈，老幾先切你愛用嘅一節，係講你會養辣，就唔是切按多，切一部分就好誒。韓國因為也酸嘅嘅米絲下重要，故所好也辣這個鹽做得老幾重睇，因為鹽會下辣，可能會搶睇一片料理酸嘅米絲。好，老幾切一半過後，韓國老鹽刮睇，辣椒嘅鹽老幾刮睇。用順湯，韓國辣椒誒，老佢切到幼幼，切一絲一絲嘅，切好以後就老佢先放到順湯。好，接下來就係誒羊菇哦，羊菇老佢對半切，唔講可以買到幾大粒嘅，從也就下大粒一絲嚟，就做啲老佢對半切。好，切好芎藥，先放順湯。接下來，就來處理下กุ้嘅部分。下กุ้啊，因為愛方便顏色，故所以頭拿同殼全部就要留佢總體咯。好，接下來下กุ้剝好以後啊，就要留蔥奶總體。蔥奶用嘅種咯，芎藥拿到嘅啲下กุ้嘅背面切一刀。切開來，可能要有一啲咧，就攞佢攞出來。好，攞出來放順湯。下กุ้處理好以後，就攞佢先放到盤內度。韓國下來還會處理另外一項嘅海產，就係誒太叔乾。太叔乾吼做得去買嘅時節啊，長頭噶，然後也太叔乾嘅地包嘅軟骨啦，韓國木珠啊，也都全部攞佢處理槍，做了以後韓國記得哦，愛洗槍來撈皮剝皮，剩下來阿佢冇愛做嘅時候，攞佢切啦，切一塊一塊太太去一零一零嘅，安尼就做得咧。好呀，全部準備好以後啊，你就都能拿出來天鍋嘅鴉片料理，我用天鍋嘅來炒哦。
好，爱做出啦好食嘅帮助料理呀，今日爱做呀蒜米炒海参，韩国好，虽然係用炒嘅，不過其實係有一絲絲嚟半油炸嘅感覺。故說阿喬會嗌啲天鍋嘅地度啊，其實用嘅一頭嘅油，因為啊，按樣食起來，其實完全食起來係感覺唔出來嘅油嘅感覺，完全唔係呢個。韓國會當香哦，因為呀蒜嘅米絲會到呀油地度，故說貴品料理呀油係當精華當重要嘅地方咯。接下來哈，等下油鑊燒完以後，就做啲老牙蒜呢倒到油地度。好，正經一道油，唔過唔是講正經會當好食。等到油一時咧開始變色過後，就做啲準備，然後用菇倒落去了。好，用菇倒落去，用，很香哦。然後佢邊邊啦，炒啊。等一啲嘅時間，然後又用菇，然後又貴油嘅米絲全部轉落去以後，也用菇就會當好食。好，接下來就愛撈人哋海參人哋下กุ้ง，韓國人哋太熟乾，然後佢變落去，用下變落去就做得咧。韓國其實也海參當藥素，古時候吃愛下กุ้ง又變色。韓國太熟乾啊，有一絲絲咧熟起來以後，按用就做得，其實就會熟了。哦，有冇其實當掉？好，開始會熟嘅以後，人就做得開始來調味，然後呢辣椒味倒落去，辣椒味韓國鹽倒落去，鹽倒落去，接下來係呢鳳爪粉，西班牙嘅料理當都有加入鳳爪粉哦，佢係咧當香嘅粉，嘅當只做料理都當好加入鳳爪粉。好，倒落去，韓國接下來係呢呀胡椒味。好，好了以後再過落去炒啊。哇！真係呀鳳爪粉嘅米絲啊，佢嘢都衝啊上來。哦，完全就批到呀當香嘅料理嘅米絲吼，記得咯。看到呀下กุ้ง變色，熟乾已經攪起來以後，就表示講呀片料理已經做好嘅哦，呀下就做得來裝盤。等下我就做得來享受我嘅西班牙西酒乾清寒嘅安撫調料。比較啊，唔錯吼，到西班牙嘅西酒乾地度啊，我愛講 Saludos， 歡迎大家來到阿權威人嘅西班牙西酒乾。今日嘅準備呀兩片料理，大家很中意冇啊？韓國吼到傳統顏色到西班牙嘅 tapas 啊，但嗰槍一啲啲嘅料天天，不過阿權威我冇佢用，我當太瘋啦，我不用動到料，一下就做得一片是酒，韓國一片是呀動料嘅 tapas， 哦，好幸福哦！哦，韓國你看這片，原來有到韓國嘅這個可能啊，嗨。呀，係小甜係冇？好啊，我完全唔要來做現實的啦。呀，下面冇西班牙嘅西酒乾，你冇西班牙嘅鹽到阿哥啊。